主日平安，平安，以及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要在疫情时间非常的一个不平静的时候，我们神的带领，让我们又再次来到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欢迎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求圣灵亲自掌权，无论在我们的工作，无论在我们的生活，都是主满满恩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相对的，我们也要来向上帝来求主来赦免我们，让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上所犯的错误，所犯的罪，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这时候，我们一同开口来赞美，用认罪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无论我们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大大的来赞美你，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是唯一的真神，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也是行公义信实的神。主啊，求你施现你的医治，在我们软弱上，也求你再次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罪来脱离，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要更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寻求你。哈利路亚，主啊！再次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求天阿爸父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天天享受在你的平安喜乐当中。主啊，赞美你，你是引导我们走信心道路的神。主，我们赞美你，你是万军耶和华倚靠的神。主，我们知道，我们在欢喜、在失落时，我们确信你的应许不离开我，不离开我。主啊，我要等候你的声音。安静，安静我们。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可不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的在世上千日。我的主，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可不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使我降服在你大仁爱中。众山围绕永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
必难说。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这时候，我们为的几件事，我们来向上帝来祷告。我们将我们教会的事工，有许多事工，在下半年度要来推行。我们求主亲自掌权在我们的每个事工上。我们求主也带领我们教会的长子同工，有一个渴慕的心，以及服事的热忱。我们一同为我们的牧区，也为我们的团队，一同来开口祷告。我们一同用感恩祈求的祷告。主耶稣，我们领受上帝你所交托使命的给我们。主啊，我们要在我们的宣教福音热情上，主啊，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与交托，让我们进入让福音进入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当中。主啊，愿邦愿主都要进入你的救恩当中。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献上祷告。主啊，求你赐下合一的灵，点燃那复兴宣教的火，在我们的福祥教会上。主啊，愿我们每撒下的一个福音的种子，都能够发芽长大，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与改变。因为福音，我们有与主你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要热心参与福音的事工，参与小组团契，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得到丰盛。求主恩膏牧师、长子及牧区所有的团队的团契当中的同工，有属天的恩赐、合一的灵，在基督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众山围绕，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仁爱中，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难说。接下来，我们为着我们教会青年的事工，以及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事工、儿童事工，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今日的青年是我们明天教会的根基。我们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让他们的眼目定睛在主你的身上，让神来带领他们的生命，燃起更火热的心来服侍主。主啊，求你来引导他们前面道路，让他们在他们的学业上，在他们的职场上，都有主你的恩典满满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思想跟行为更合乎神你的旨意。主啊，你说不要禁止孩子来亲近我。主啊，求你兴起更多的主日学的同工老师，让他们用他们的恩赐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行在当行的道路上，一生不偏走。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台湾疫情来祷告，为我们的家庭、各种的关系，以及我们教会很多的肢体。你要是知道弟兄姐妹身体的病痛，你也可以亲自的来提名为他代求。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信靠你，我们台湾全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将现在台湾所面临到的疫情的一个难关，主啊，求你来挪开。主啊，求你来挪开。主啊，求你使我们台湾这个病毒能够完全的来消灭，使我们的生活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担忧。主啊，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到你的你当中来聚会不再受影响。恳求主，你是用那大能的双手来保护我们。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小孩，为着我们的年长、身体虚弱的弟兄姐妹求主你来带领，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免于惊慌与害怕。
求主你来医治受感染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早日来恢复健康，赐下更多的医治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你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主啊，求你赏赐基督的爱在我们每个人家庭当中。主啊，我们要经历你的同在，喜乐平安，让我们的夫妻同心、亲子、兄弟姐妹之间有个美好和睦的关系。主啊，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有各种的关系，无论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才，以及我们的种种的关系，都要被突破来更新。主啊，求你来激发我们，创造我们的新的生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天天降服在主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渴慕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你的能力使我们在软弱上显得刚强。主啊，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病痛的兄弟姐妹身上，让他们的病痛得到医治。主啊，你说，因你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到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仁爱中。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然说。从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仁爱中。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然说。接下来我们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来开口祷告，我们求神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将那喜乐赞美的灵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要为着我们牧师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求主您再次恩膏我们的牧师，让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都能够充满荣耀，充满主您的恩典，住在每个服事者的身上。我们用我们的今天所有的会友，更多的领受，也更多的谦卑，来领受主的教导。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求你圣灵再次充满在我们的会堂当中。主啊，求你再次高抹在我们的夏牧师身上，让我们今天牧师所分享的信息都大有能力，大有祝福。主啊，恳求你的带领，让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同工都是荣耀主你的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一切的程序。主啊，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敬拜你，服侍你。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除去所有的搅扰，我们要来专心敬拜你。我们要更谦卑的领受从主你那里的声音，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透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生命得到更多的力量。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的祭，我们设立宝座，也求你降临，求你来医治。喜乐灵活命的生命的活血恩膏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身上，医治释放我们受捆绑的心灵。愿我们所献上的每个祷告成为馨香的祭，恳求主你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站立，再一次众山围绕，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仁爱中。众山围到永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然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
在你大仁爱中，从今时直到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平安说。你是我的盼望，我必然说。哈利路亚！今天是一个平安赞美的日子，我们一同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神的恩典已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次宣告：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伤疤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主啊，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护庇我，在这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宣告神的恩典，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神人生，没有人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伤疤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来护庇我，护庇我，在这试炼和艰难。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人生，没有人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人生没有人成就的事。哈利路亚！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天为跳舞，一切伤疤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我们再次宣告神的能力来护庇我，在这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再次来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人生，没有人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是我们的宝珠，新旧有满你。哈利路亚！你定义要事物在这地方。谦卑会转向你，我们的你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宝珠，新旧有满你，你的要
要是负责你，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定要跟随你，你的能力抚庇我，战胜思念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加力，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加力，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人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加力，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加力，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人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的神，依靠全能神，没有人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的神，依靠全能神，没有人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我们今早的赞美的宣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无论我们在日间夜间，都有你的保守与看顾。主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仰望你，来跟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在你里面，我们要宣告，我们不再惧怕。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躺卧在青草的溪水旁，来安慰。也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手紧紧。主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向前走。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赞美你，仰望呼求你，日间云柱引你，夜间火柱保护，使我安然居住。主啊，我们再次宣告你是信实的神，专心信靠你语气。主啊，你在沙漠中要开江河，在旷野中要开道路。耶和华必成就大事，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躺卧在青草的溪水旁，来安歇。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手平静。主啊，我们要凭着信心向前走，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将这宣告你是新是神，赞美你，仰望
呼求你，日夜运主引领，夜间我主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坚信信靠你应许。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必拯救大事。我们要再次宣告你是信实的神，宣告你是信实神，赞美你，仰望呼求你，日月运主引领，夜间我主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你是信实神，全心信靠你应许。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必拯救大事。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必拯救大事。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耶和华必拯救大事。哈利路亚！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盾牌，我们依靠你，心就不惧怕。所以我们要扬声宣告，你是信实神，我们要全心信靠你，因为你必有应许，你必要成就大事。神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当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水流中，我们就要享受，我们就要领受这样美好的祝福。愿今天的敬拜，我们全心的歌唱，我们全心的仰望，也敞开我们的心，领受你话语、你的米粮、你的恩典、你的恩膏跟生命。愿今天你得荣耀，愿今天在你的圣殿，我们都得蒙这样的祝福跟恩典。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起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在接下去的程序当中，先做一个邀请等一下牧师在讲完道祷告后，我们有一个每个月一次，最后一个礼拜一个医治祷告，那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一个仰望的祷告，一个走到台前接受祝福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座当中你有肉体的病痛，或是你有心中一些愁烦、忧虑，或是难处，甚至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准备要进行，都不要客气。等一下在唱诗歌的时候，就走到前面来，我们有长老，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为你做按手祝福祷告。愿我们同心的祷告，神的应许在我们当中看见。他的祝福神迹在我们当中显现。我们开始预备心，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事就是从前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摩西的法律、先知的书和诗篇所叙述关于我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实现。
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又对他们说：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罪恶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献诗本周献诗自强小组，献诗歌曲是亲眼看见您。献诗完后，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你们是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要掌声献上感恩，谢谢自强小组美好的诗歌，尤其看到这个不知道什么乐器太漂这个很特别的乐器来伴奏，特别有感感谢主愿神悦纳他们的侍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做一个安静的祷告。
现在父神感谢你，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在疫情缓和下来的时候，我们更要热心、热情的来迎接你。愿今天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圣灵，我们欢迎你，迎接你。求你借着你的仆人，敞开你的话语，让每一个人从你生命的米粮当中得到真正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你们是福音的见证人，这句话是耶稣说的。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耳熟能详，就是主耶稣他的福音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福音大使命。不过它有一个故事可以连结。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再来复习这一段经文这个宣扬福音的计划是主耶稣他降生，然后传福音，后来被犹太当局来定罪、定十字架、复活。这个福音的计划一直好像这种起起伏伏，耶稣的经历遇到许些苦难都不能影响到这个福音的计划。这福音的计划从当初耶稣宣告这个大使命，一直到每一个世代传福音继续呈现。台湾是在1865年5月28号，马雅各医师跟3位助手，当时他们都是厦门人就是福建人，就是陈子路、黄家志、吴文水，他们就搭船从厦门过来，登陆在高雄的旗后，然后他们在那边休息，因为那个时候有英国的海关在旗后跟我们那个邵准桃那边，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当时的府城是台湾的首都了，他们就移到台南。在当时的照经文的照那个历史的记载，他是说在一个西门城外，台南的西门城外的一个街市租了一间房子，就开始他传福音的工作。一方面在做西医的治疗，一方面来开始传福音。那这段故事可能很多人不同的管道都接触到了，我只是说把它做一个开头引言那到今天已经157年了，157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那个西门那边有一间教会，叫做看西街教会，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当初马雅各医师马雅各他们来到这边传福音的。虽然后来被赶走了，其实是一个点，一个纪念，但是那个遗址现在在那个地方，知道在哪里，但是已经没有。是的，后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所以就在现在的看西街教会建立了教堂这样子。那这个故事一直开始延伸，后来在经过10年之后，有一位对台湾影响重大的宣教师，就是巴克里牧师。他在10年后，1875年，他在故乡格拉斯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火车站被乡亲欢送，就启程来到台湾，开始了他非常非常壮丽的福音的故事那记得我在9年前2013年当时我因为参与了总会的历史委员会。那些历史委员会他们有2个目的，一个是想要回去当初宣教的基地母会英国，来了解当时他们宣教师派来有一些历史档案要去参观，还有一些遗迹史迹，这些宣教师他们工作的地点去那边看那所以牧师刚好那个时候有机会参加。当时是在2013年的1月很冷的时候。为什么选1月？那个时候会下雪呀？原来是因为那个时候1月的时候机票比较便宜了机票比较便宜这样子。那我们就大概邀了20-20个
那我们就去看到了格拉斯哥那个火车站，看一下当时100多年前巴克里牧师被差派，那种感觉不一样哈，非常的有那种历史的感觉了哈。然后这些宣教师陆陆续续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他们就是要做福音的见证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当时的大使命的那个宣告，它不是一个历史文件哦，是因为他赐下了圣灵的力量，然后在每一个世代，一群人被兴起，然后到处去传福音。那这个巴克里牧师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我们当时是先到伦敦了哈，因为伦敦是我们长老教会的母会的一个花起地，就是他们就是英格兰的长老教会。但是他们当时因为他各地都有宣教士，你们知道当时是大英帝国嘛，日不落国嘛，所以他们在派宣教士，全世界不止台湾而已啊，所以呢他们就锁定了台湾这个地区跟厦门这个地区，邀请苏格兰的宣教士，因为同样是长老教会嘛，苏格兰的宣教士负责这个区块，等于是把这个业务都交给他们。所以我们无论是台北那边的宣教师，或是在我们这个台南这边的宣教师，他们都是同一个发源地，就是从苏格兰。台北那边是从加拿大过来，但是也是从苏格兰移民到加拿大。那这些典故，我们从那边开始去参观了他们的总部总部在英格兰就是在伦敦那里总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的根据地就是这个亚非研究所在伦敦大学里面一个亚非研究所他们这个代称叫 SOAS， 那边有很多宣教师写的信宣教师寄回去的报告书他们都收集在这个 SOAS 里面在那边让人家去研究。那我们就去看看他们的管理怎么管理，档案怎么管理。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间档案馆嘛在我们神学那边，就是这个原因的过来的。然后我们就一路租了一辆游览车，一直从伦敦一直往北走到苏格兰去参观。就看到这间这个巴克里牧师他当时参加礼拜的教堂来到这个格拉斯哥的火车站。那这个火车站看起来很古典但是已经100-200年了很久了这个我们在参观里面的设施很漂亮非常的典雅是这个格拉斯哥是个起始站，这个红红的就是它一个环状的一个机器就是车子开到这边就结尾了，从这边出发。那巴克里牧师就从这个车站出发的。那当然现在已经改良很多了火车都非常的漂亮这是他们这个火车站的大厅他们大厅卖票的地方，看那个银幕的地方，这个是他们的咖啡厅看起来非常典雅英国人所设立的。那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巴克里牧师呢，他是来台湾的第3个牧师，除了玛雅各他是医生嘛但是巴克里牧师虽然晚了10年到，不过他的贡献却是应该是最全面的，因为他来到台湾呢，他设立了台南神学院。我们看这些图片稍微做一点了解，他用白话字，就是用罗马拼音把台湾话直接用拼音把它拼出来，你一读就读得懂它里面在讲什么，因为就是发音就变台湾话，让当时很多人不认识汉文的基督徒能够读得懂这个是他翻译圣经这些都包含在内然后他设立神学院，很多当时的神学生就成为早期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宣教师所栽培出来的神学生，他们在那边来帮忙传教的工作。而且他还创立了台湾古城教会报，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公报，当时都是用罗马拼音拼的但是我们现在人反而是看不懂，没有练过那个罗马字的。
但是当时的阿嬷都会看哦，因为他会学习那个拼音，那个文字怎么读，他们都读得出来。这是当时的第一份报纸哈。那这一台就是全台湾最早的印刷机这一台是最早的印刷机。那这台印刷机也是很奇妙，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印刷术进步，这一台印刷机就没什么用了嘛，就摆在那边。后来曾经拿到长荣中学的我们的那个历史文物馆摆着，但是根本不能用。后来呢，慢慢这几年台湾我们的政府很注重说，哇，这些古迹不留下来太可惜了，所以呢，曾经被借到那个台史博物馆展览。后来高雄的科工馆又觉得说，这台机器它不只是能印刷，我们要研究它的原理呀，所以真的又把它等于替我们保管的意思，要帮我们维护，因为有公家的经费嘛，就拿到科工馆帮我们维护。那些技术人觉得说很好奇，就把那些零件一个一个拼凑，一个一个保养。后来真的又能印了，哇！那一台真的现在是古董，因为虽然不是全世界最老的，但是台湾是唯一嘛，所以现在又被移动来台南的，好像是文学馆在那边展示说，这个是从那边开始印出知识、印出这些文章、印出报纸的，所以现在有复制版的，但是这台原始的竟然还能够使用这个是巴克里牧师他邀请这些台湾的专家一起翻译白话字圣经。那这本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都会读的白话字圣经这一个是创世纪的第一页也都是念出来就是台语的就对了那他还到高雄的其后参加那个动土典礼。现在其后教会已经盖了好几次了但是当初盖这个教堂是巴克里牧师当初拿着锄头来动土的这个是他们在动土的礼拜当时的照片，很难得的留下来。他还创立了台湾第一家出版社，叫做聚珍堂。那个位置现在这个已经被拆掉了，现在就是现在档案馆，那个在台南神学院的图书馆的前面有一个档案馆的位置那边地底下还挖了一个洞，有那个砖头的一个原址还在留在那边这是巴克里老年的时候跟这些学生一起拍的照片。他的师母叫伊丽莎白，嫁给他的时候跟着他来台湾来宣教。他非常的用心，而且应该是复士，所以有很多才能不过后来因为得到了脑瘤，所以巴克里牧师就陪他回到格拉斯哥那边，在英国那边治疗。治疗本来要在那边养病嘛，这脑瘤当时开刀是大手术但他舍不得，又跟着巴克里牧师回来，想要说一边旅行一边休息，看看能不能回到这边来。没想到怕搭船，那搭船好几个月，那还得了，在船上晕船很累。他们竟然是从欧洲搭的那个跨洲的铁路，那个时候火车搭过西伯利亚，然后绕到中国的东北，然后再往南。但是在东北的时候就病又发作了，不得已赶快赶到当时最热闹的上海接受治疗。不过大概他的病已经很严重，后来就在上海的医院过世了。后来巴克里牧师心中很哀痛，就为他安葬在上海的外国人墓园当中，然后就忍痛就回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呢，刚好又碰到日本的一个占领在那个时候他等于很多的事情都搅在一起。不过他忍着伤痛又回到台湾来，继续他的福音工作，一直到老到过世都在台湾。他的墓现在是在我们的台南基督教公墓里面，有人都特别跑去那边考古知道他的故事。我们的母会是东门教会，我们从东门路过去。东门教会他们那间礼拜堂现在很大，是比较现代的。他在对面有一间旧的，现在又翻新过了，都是砖头的一个小礼拜堂，他就把它取名叫做
伊丽莎白纪念教堂，就在纪念这个巴克里师母。然后这间大教堂，现在他们又加了名字，叫做巴克里纪念教会，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就是为这个缘故。那我讲这些典故，只是说，因为这个故事引起大家的兴趣了哈，就是重点是在于说，他们接受这个福音的呼召。巴克里牧师在16岁生日的时候就写了这份献身契，他用很古典典雅的英文写下献身，每一年生日就签一次名。后来他师母跟他结婚之后，又2个人一起签名。那这份原稿哈，在几年前被他的巴克里牧师的后代送给了台南神学院，所以现在变成台南神学院的镇院之宝，因为是原稿哈。那这些都是拍出来的哈。而且巴克里牧师我们台南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军已经攻下了全台湾，大概都已经快全部征服了，就剩下台南市。当时的军队，3路的军队，一个是从北部一直往下往南，一个是从澎湖一队军队，然后到布袋登陆又往南，然后呢，从屏东的枋寮有一个出名的将军，后来当台湾的总督叫乃木将军，就带了一群军队往北走，然后就准备要进攻，反正要把台南全部都把它毁灭掉就对了，这样才，因为当时是台南是首都嘛。但在那个最紧急的时刻神恩典就差派了巴克里牧师代表台南的乡亲士绅这些有钱人，这些商业做生意的，从我们那边小南门出去，然后走现在的省公路，然后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2城行西。那个时候，乃木将军在那边驻扎，准备要进攻到台南市。就在那个危急的时刻，巴克里牧师代表台南的乡亲去跟乃木将军来讲和，等于就是跟他谈条件，我们不做抵抗，因为当时的正规军队刘永福将军已经偷跑了，没有人，在那种危急之下，你怎么抵抗？所以他们觉得说，最重要是保护安全、财产、生命，然后请日本军不要杀戮，不要烧杀掳掠。巴克里接了这个使命还特别请当时的士绅签名证明说我是被你们拜托的，不然就被成汉奸了还得了？哇！因为当时已经在麻豆已经发生一件被本地居民说你们是要别啊，把很多基督徒杀掉呢。麻豆事件呢，在日本那个时代所以巴克里知道很谨慎，就签了委托书，然后再跟当时另外一个牧师一起来见这个乃木将军，让台南平安，没有任何的死伤。所以现在台南市政府慢慢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每一年的10月都会有一个纪念日，叫台南和平日，就是这个原因来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画家所画出他们当时出城门的这跟讲和的故事。那我讲这些一个引言，就让我们知道说，从耶稣的大使命一直到现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因为神的呼召，领受这个大使命，然后就不顾一切到处传福音那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也了解，从昨天开始台湾的一个鬼月7月又到了。当然现在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禁忌真的严重的不得了，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很紧张。现在好像年轻人把它当成什么鬼节啦，化妆啊，什么东西啊，连广告都把它弄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子。但是台湾人还是被这个7月的鬼月所束缚，因为很多禁忌，很多的捆绑，很多的一个普渡拜拜都在这个时间发生。以前我们基督徒觉得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说这个不管他了，鬼月管他什么鬼月，不理他。这是一种好像觉得我不怕，我不理你。但是现在慢慢很多基督徒知道说，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最好机会让人家知道说，我信了主，你所做的惧怕，
你所说的这些好兄弟怎么样去干扰你？我平安，因为不是我自己有能力哦，不是我广大哦，是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我才有平安呐。所以用这个7月反思道是一个传福音的月啊，所以百姓被黑暗权势辖制啊，到处有禁忌，还有普渡。那我们现在奉靠主的名来宣告真平安。我们知道现在那个普渡现在都变成企业化的了哈。我们常常看到在7月在普渡的时候，有些庙前哈，哇，1000多桌的这个祭品哈，它竟然变成祭拜完的时候，大家爬上桌上去抢东西，感觉上这个文化变成这样子哈。你说如果敬钱的话，这么算敬钱吗？也不算呢，就是反正一个闹剧的感觉。不过我们不是因为这样把它排斥掉，而是说，当你有好朋友有这样的恐惧的时候，说，你怕这个好兄弟干扰你，还要请他吃饭吃不够他会招扰你来信耶稣比较平安呐，就是这个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好，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大使命的宣告，我们都很熟悉哈。18节。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他们叫他们都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这个经典的大使命。但是我们发现说，原来今日的经文，路加福音是主耶稣的大使命另一段记载。不过这个故事有一个铺陈了，我们今天读的是耶稣宣告的那一段。那你如果了解这段故事，你知道原来就是跟这个有关呐。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就是我们常在复活节的时候会读的经文，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2个往以马忤斯的学生显现及宣告。那我们要接这段经文前，有一件前面的经文我们当没有读了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做一个这个把它连接起来。33节，他们就只是2个学生了。他们就是在路上，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以为是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很哀伤或是很恐惧。一直到以马忤斯的一个住家要吃东西的时候，耶稣不是有擘饼吗？宣告吗？祷告吗？学生才突然说：“原来是耶稣了。”所以耶稣就跟他们显现了。给他们讲这些故事之后呢，就是这段故事，2个学生一方面很惊讶、恐惧，一方面又很高兴。就是他们2个马上当晚就不住那边了，赶快赶回去，就是在讲这段经文。他说他们立刻动身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们看见11个使徒和另外一些人聚集在一起。34节说，正在说主真的复活了，他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那2个人也把路上所遇见的和他们怎样在主拨开饼的时候认出他来的经过告诉了大家。好了，耶稣在这2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程当中显现，他现在又显现一次了。学生跑到这些门徒当中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又显现了。你看36节就讲说，他们正在讲这些事，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惊惶站立，以为见到了幽灵耶稣感觉说，这群人不高兴耶稣复活，还以为他是幽灵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解惑了38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烦扰呢？为什么心里疑惑呢？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摸一摸我，你们就知道。”我们还记得一个比较出名的记载，就是一个学生不叫多马吗他就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耶稣还请他去摸他的伤痕嘛。那他说：“幽灵没有肉，没有骨，你们看我是有的。”要证明他是肉身的复活他这样说着，就把手脚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不敢相信，就是惊喜焦急。他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既然看他的身体还不够，那干脆我们一起吃东西。幽灵不用吃东西嘛在他们的感觉上所以他们就邀他们一起吃东西。他吃什么呢？他们就拿一片烤鱼给他烤鱼给他，他接过来就他们面前吃了。好，43节吃了，就是接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啦。44节，44节说耶稣跟他们讲什么事？
然后他最主要的宣告有这段经文所写的46节，又对他们说：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3天要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者，你们就是福音的见证者。好，这些门徒经历了跟耶稣在一起3年，然后遇到那么惊吓的事情，耶稣被抓、被审判、被钉十字架，还死了。那复活又让他们很惊讶，到底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耶稣是真的还是鬼魂。然后耶稣说：这些事你们都看见了，你们要将这些事做见证。但是你们记得重点在哪边呢？做见证，好，我知道，我承认，我愿意，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做见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周报里面写的经文哈，他说49节说：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事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从那上面的能力降临他们。这一点才是耶稣所安排的计划。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接下去把它做一个简要的摘要。耶稣宣告的重点，第一个是复活与救赎，这是你们亲自经历到的，因为他说这是摩西的法律、先知书和诗篇所叙述有关主耶稣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实现。耶稣把前面的预言，他亲自现身说这个事情复活就是在你们身上看见了。第二个，他说你们要奉主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不是经历到就好了，你要亲自做见证人，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那这耶稣就这样宣告。那最后的重点是这里，就是我们看的49节哈。他说：“主要亲自把上帝所应许的什么呢？圣灵赐给门徒，要赐给你们。你们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没有能力，你做的见证就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耶稣说，上帝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而且要在城里等候。就这个就是圣灵降临节的一个预告嘛，哈，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降临。”你们要有圣灵同在，你们要有能力，这样才有办法来做见证。要不然的话，你们靠人的办法，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嘛，谁信啊？有能力，有圣灵能力，人才会相信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从这边领受到一个你们是福音见证人的使命。从古代耶稣教导了学生宣告，直到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使命跟角色。我们可以说，这个大使命呢，是基督徒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做的了，不是单一的就简单完成，是一个流程，一个神特别美好的安排。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想想看，当初信主，是不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个情境，那就被连接到了。所以每一个人信主过程都有一个决志的关键的时刻跟轨迹了，到处充满上帝奇妙的带领。比如说牧师是第4代的基督徒，那如果没有父母亲在小时候要求你上主日学，要求你到教会去，我就没有机会受到培养。你可能你的信主是你的先生带领你，或是你的太太带领你，有可能是你的同学，甚至是你的儿女先信主再带领来，或是你在同事，或是你的客人，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连结。也许你讲个10个人听，但其中1个人愿意听，这些都是很奇妙的。那我们发现说，这个奇妙是圣灵在背后工作，但是你一直触角接触机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好，我看到一段故事是我们说历史上最经典的传福音的传承这是很奇妙的传承，因为这个历史上最经典的传承是从一个叫做卖鞋的叫金宝，当然金宝是用中文翻译，它的英文是 Kimball，Kimball 他这个卖鞋的普通人商人，但他对世人的贡献不只是他卖鞋因为他竟然在他传福音的当中，像一位伟大的宣教师或是伟大的布道家，叫做穆迪传福音那穆迪传福音呢，这个穆迪呢后来成为美国非常出名的布道家，而且
在芝加哥还成立一个穆迪圣经学院。早上我有一点第一堂我就讲错了，以为他是英国，不是，英国是司布真了美国就是这一位穆迪，成为那个时代伟大的宣教师。好，那金宝是一个普通的卖鞋者，但是竟然带领了一位穆迪来信主。好，故事还没完，穆迪后来传福音，有一个叫梅尔的信主了。那梅尔传给谁呢？梅尔传给一个叫做查普曼，韦伯查普曼。那查普曼又传福音给一个叫比利商在，那比利商在又传给了韩莫迪改。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直传传到哪里呢？比利商在呢，传给莫迪改，对不对？这个韩莫迪改，他得了这个福音，他有想要传福音。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小镇传福音，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当农夫的来决志了。他是谁呢？他是20世纪伟大的布道家，叫做格里汉。在民国60几年那个蒋中正过世的时候，台湾掀起了一波传福音热潮，还邀请格里汉来布道在台北的体育场布道。你看，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卖鞋者传福音给穆迪，竟然有穆迪再传到一个伟大的宣教师，又传到另外一个更伟大，就是因为现代有电视嘛所以格里汉大概是全世界历史上向最多人传福音的布道家。每一次到一个城市，都是要总统出来迎接，然后用最大的布道会场让他传福音。感谢主，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这样子，圣经里面也是上帝透过一个人来引导。比如其中最让熟悉的是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他先认识耶稣，然后他觉得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哥哥耶，带他一起来。”所以安德烈跟彼得就来跟随主了。那如果没有安德烈跟他哥哥介绍，彼得就不能成为耶稣的头救师对不对？耶稣最大的门徒就是彼得嘛。然后彼得后来传福音的时候，又被圣灵呼召说去传福音给哥尼流，一个罗马的军官。那这些就是神一个奇妙的带领，但是你要被使用嘛，你要被神所差派嘛。那我们也看到一个故事是腓利他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我们也知道保罗起先是在做迫害基督徒的工作，后来他眼睛瞎了，受伤了，那由亚拿尼亚来为他传福音，后来他成为最伟大的使徒。那我们可以看圣经这些故事来看见神奇妙的带领。那重点是你愿意被差派，你愿意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福音的理念，是说没有我们，上帝还是可以完成事情啦。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完成使命。换句话说，神要用你，然后借着你来完成，这是神最喜悦的计划。不然神他自己解决就好了。但是为了要重用我们，要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这也是耶稣在当时对学生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可能的任务了。阿汤哥也是可能，他是说不可能的任务，他把它完成了嘛。那我们在基督徒就是要完成这个可能的任务，因为上帝在大使命中将这个福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但他不是袖手旁观，他不是丢下就不管了，他就一直陪伴，因为他差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他把责任托付给我们，也是亲自要来帮助我们。还有，我们即使有胆怯疑惑，但是上帝呼召，神就要跟你同在。你不要为了这个，到底传福音他接不接受啊？他会不会拒绝你啊？甚至他会给你泼冷水啊？你都不要怕，因为神跟你同在。所以，当拥有至高无上权柄的那一位差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我们拥有这个权柄，就像金宝一样，他传给了穆迪。
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自己，也许有一天你会传给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你可能会传一个福音给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是成为一个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你只是神的工具。这是我们最奇妙的时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被神所大使命来托付给我们，做他伟大的福音的见证人。今年我们又预定要在9月开始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去年因为疫情我们就暂停了，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长开始来计划。你说愿意的时候，圣灵就要跟你同在。我们开始邀请谁是我好的 best， 就像金宝传给穆迪一样，你未来的目的在哪边呢？你就祷告，愿神接受你的呼召，接受你的邀请。很多人呢，借由你来成就这个伟大的福音计划。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准备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们请长老代祷团队，我们的敬拜团开始预备，我们也心里预备，准备到主面前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历代藉由大使命，很多人受呼召。我们的英国的母会，一群伟大的宣教师，在157年前来到台湾。我们要看到每一个时代，你都兴起了你的仆人你的福音勇士传福音。我们也预定在9月开始这一期的幸福小组。我们确信，当我们有圣灵同在的时候，当我们有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一件微小的事，一个简单的邀请，或是一个好朋友的几句话，而是因为神要在那边做奇妙的工作。我们领受这个大使命，我们就得了这个福音的权柄。感谢你跟我们同在。我们开始要做医治的祷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靠着自己不能成事，但是依靠圣灵，我们就要看见神伟大的见证跟呼召。求你跟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唱这一首医治恩典。在唱诗歌的时候1、2次，我们要受祝福祷告的都到前面来。只要你心中有难处，你有计划要实行，你要为你的家人或自己有病痛，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我们请代祷团队也来做服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开始就可以进来了到前面来。不要客气你有信心到前面来。要接受祷告的在第一排，服事者在第2排。感谢主，感谢主。你先在前面站着默祷默祷。如果不够可以2排也没关系我们更多的同工来帮忙长职都来会任的长老也都来。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你，吸引我总罪。你说你带，你说你知恩典。我们音乐小声，我们要预备了，我们预备心。我们在前面的这一排如果你还没有被服侍的，你就稍微摇个手，因为很多人，我们的同工可能不够，一个人要服侍2次、3次。你如果有特别需要代祷的，你可以在耳边跟他说我要做什么代祷。如果没有，你就说为我祝福祷告，愿神医治你。你心中跟神祈求，你有软弱，求神来帮助你；有烦恼、有困境，求神来帮你解决。我们一起开始来做服事的祷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感谢主，我们再开始唱诗歌，静静的唱。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你。就垂听
我们有代祷团队的同工都可以来到前面来，一起来做代祷、祝福祷告，长子都可以哈，为他们按手祷告，不要客气哈，来一起做医治的祷告。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服侍的，举个手，让同工知道你还没被服侍哈，不要客气。医治恩典，还没有的继续，没关系，再一次。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你。还没有被服侍的，可以举个手，摇个手。好，感谢主，神跟你同在，愿神的听你的祷告，赐下医治在你身上。感谢赞美你，赞美主。这个时候，牧师要来做一个宣告的祷告。如果还在服侍的，就继续。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座位的弟兄姐妹，你也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因为神是听祷告的主。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神的医治、平安、奇妙的恩典就要跟你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这一群弟兄姐妹，他怀着渴望、心志、信心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只要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自己的难处带到主前面。神啊，你是大能的恩典的主，你是宝座的主，你要赐下你的医治、你的释放、你的平安、你的力量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人看见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显现，我们就要做福音的见证人。感谢赞美你，愿你成就每一个人的祷告，也赐下恩典平安给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将自己的心愿呈现在主面前的，你就赐下你的应许跟医治。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感谢主，愿神成就每一个人的祷告。请回座，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要来做奉献哈。感谢主，愿神恩典跟你同在。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本月军句，我们一起来攻读，请看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来，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章6节。接下来我们来报告，请翻盖周报的第2页。下周主日的敬拜服事同工，主礼蒋中牧师，司礼杨中和执事。上周跟本周各项聚会牧区小组出席，请大家自行参阅。第4页的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8月7号父亲节特别的聚会，邀请蒋中牧师主持。那因为第1堂跟第2堂有不同的讯息，再请各位大家踊跃参与。那第3点，本会配合父亲节感恩的聚会，竟在今日跟下礼拜8月7号2个主日提供全家福纪念拍摄服饰。那每个场景都很有特色，再请大家踊跃的参与拍摄。第4点，本会定为在8月14号举行社教40周年感恩礼拜。2堂礼拜是合为1堂，礼拜的时间是9点开始，请兄姐预备心，届时踊跃的参加。第3点，当日会举行4个小组长，新的小组长派遣，请大家献上帝赐福他们的服事。那第7点，本会聘请曾瑞平传道为本会的青年事工的牧师，并将于10月9号主日下午3点30分在本会举行就任的感恩礼拜，恭喜瑞平传道。那第8点，本会的主日学将于8月7号恢复实体上课，特别征求分班老师高小班1名。那有意愿者请向龚玉凤校长或者是办公室联络。第9点，本会成立富强教会管弦乐的乐团，派遣高林清长老为团长。那邀请有学习乐器的弟兄姐妹加入，乐团会依个人的学习状况安排合适的服事。有意愿者欢迎到办公室填写报名，让我们一起用神所赐的恩赐来赞美神。那接下来请项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哈，再做一个提醒就对了哈。下个礼拜是父亲节，那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诗歌布道的一个聚会，我们邀请高雄的蒋中牧师，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在宣传，牧师就不重复。但重点是说，第一个你要邀朋友一起来听哈，而且是2堂都不一样，不同的主题啦哈。那你如果说你要的朋友有2位，一个要第1堂，一个要第2堂来，你们就陪他2堂都来，好不好？或是你想要听2堂都可以留着哈，因为现在暑假很热哈，如果没有外出的话，来这边来听这个见证分享，而且他是一个歌手出身的哈，欢迎大家。另外一个要鼓励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哈，年轻人报名，我们在提摩太牧区举办的8月20号到22号。就是等于跨礼拜天了哈，要到林子内那边一个漂亮的一个山庄哈，在那个灵修营地来做这个灵修一个生活营。那除了我们现在
提摩太牧区的年轻人以外，如果你家中有国中以上的到大学的，都可以来报名。而且这次教会为了让更多人参加，我们有很多的补助其实去剑湖山一张票就好几百块了啦所以才1000块，还吃住3天其实教会大部分都由教会来补助只要是有慕道友的或是国一的新生有优惠800块如果一般的汽友交1000块，我想这个现在那个物价都高涨了，1000块实在买不了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如果在暑假能够有个非常棒的营会，一个被眺望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跟我们的牧区有更美好的连结，我想这个非常有价值。而且他们就在那个乡村的地方，非常的安静，而且空气都非常好都可以不用担心鼓励赶快报名因为时间快到了那另外我们刚刚有讲到，今天开始就开始有那个全家福的拍照场景，刚刚已经看过的图片，就是在1楼的场景1楼的场景就布置得很温馨，他们可以全家福一起去拍照这个是在楼梯间也可以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布置我们的山林老师他很厉害，他还把这个灯罩变成一个可爱的少女变成一个可爱的少女，我这要爬楼梯才能上去照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3楼比较属于卡通的小朋友的，可以在那边拍照，有很多道具大家留下今年一个很棒的记忆的今年因为母亲节还有疫情，我们就改到现在下个礼拜如果人没有到齐，下个礼拜可以再拍，好不好欢迎大家，我们有同工来协助你那下个礼拜结束了，我们就会拆掉了好，那其他的报告，我们刚刚我们的邱平执事已经报了很清楚的报告，我只要再补充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介绍新朋友刚刚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樱花姐妹带来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童艺如姐妹跟她的孩子叫李瑞成，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来，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常常来，欢迎你们常常来，感谢，拍个照耶，好，欢迎你谢谢，请坐跟他可爱的儿子一起来参加那另外我们要恭喜了刚刚我们在做那个打鼓的我们的同工叫做杰夫他2堂都服侍，可能他第2堂服侍完就先离开他考上了我们的国考，准备要去海关当工作了开始要做，在哪边？杰夫在楼上吗？在5楼拍手，来拍手一下，恭喜他。杰夫哇，他很认真都服侍都很到位他平常不太讲话，但打鼓很有声音就好。恭喜他，他可能要去受训4个月。我就昨天跟他讲说，海关听说很多诱惑，对不对？听说海关很多人要拿红包给你，要小心但是可能刚开始不会做到那种工作了应该是做一些普通的职务，但是以后也希望能够升官升官。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要报官的话，去找他好祝福你很棒的一个我们青年可能他因为到外地了就不能服侍了，不过他外地也能继续在教会工作。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有处如姐跟尚恒来到当中，再一次给他拍手鼓励一下，来，处如姐跟尚恒站起来一下，我们给他们恭喜因为处如姐下个礼拜就要跟我们的尚恒他要先回到温哥华侨居地他们在那边住了很久了，就从那边读书然后尚恒又要到英国去，英国伦敦去读政经学院的，应该是属于财务会计这一方面的要做这个蔡英文的学弟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很有成就，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继续祝福我们有一个祷告祝福，我们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更杰出感谢赞美主牧师就这样做补充报告，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
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天上来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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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必会。